来关心全国大罢免哦，那第二阶段人数通过，可能会伫今年的8月、9月投票。目前中选会公布讲，有34件立委的罢免案已经通过，拢是拿赢的立委哦。罢免民进党立委的提案，拢个需要补件。中国、美国、中国、美国。志刚以行动抵局，宣示港澳罢免李干秀总部成立。罢免国民党立委李干秀就要进入第2阶段的人事。因阁讲，这届是台湾头一届24点钟签署收件，确保人事的行动无停歇。不管是任何的物资，或者是不管是吃饭，或者是租这个场地，我们都是自工自己集资，每个人有的出钱的出力，有的出多，有的出少。的门槛其实是31000多，但是我们给自己的目标是6万份。如果碰到有别区的民众希望来缴交给我们的话，我们都会帮忙收。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双北大罢，我们各团在这几个月下来已经合作的算是有默契了。罢免行动继续伫进行，不过李干秀办公室表示，目前是还无要回应，依次冷淡处理。根据中选会7日公布全台湾大罢免上新的进度，拢总有34件立委罢免案进入第2阶段的人事。上新通过的2个案，分别是泛蓝的无党籍立委陈超明，甲国民党立委柯定君。上新无达到第2条件的名单是民进党立委柯志杰、黄捷、吴基明甲王美惠这4案，计共有16件立委罢免案无通过第1阶段提议爱补件。国民党请党工发起的罢免立委，目前通通失败。国民党不思根本解决之道，再持续给各蓝委添柴火，人民反制蓝白乱象的力量将会越来越大。民进党他们已经准备很久了嘛，也不是他们在去年2月就开始了就开始酝酿了嘛。因为国民党一直都很认真在做事啊，根本没有在玩这个罢免所以起步慢，当然有这种数字是很正常的嘛。反正我们就做我们的事情他们要这样乱，我们也懒得跟他玩啊。泛蓝的立委有34件罢免案通过第1阶段，绿营立委是无半件。国民党宣告同步要推动反对废止死刑公投来反制。民进党团出已经规划要伫3月中开始4届宣讲，还佫按算要邀请行政团队，甲民众说明去互南北台预算了后的影响。公视新闻台北报道。